请问台湾有一种特别的蓬莱酱，请问你敢知影蓬莱酱是用倒一种果子吼，落去生的 ？A. 芭乐 B. 旺来 C. 酸啊。是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我感觉是红来，我嘛感觉是红来。蓬莱，蓬莱酱。它具有丙级执照呢。哦。而且台湾的红来上有名，上有名。蓬莱哦。蓬莱啊。蓬莱。我感觉是旺来。系啊。我嘛是算蓬莱啊。你嘛是选旺来。但是我感觉无遐简单。无遐简单吗？卖想遐济，卖想遐济啦。我感觉怪怪的。哦，你会使决定，你会使决定。咱红看破卡手啊啦。你这别安怎用啦？体率代替啊！来，你的决定是什么？既然无遐简单，你选一个简单的。哇，那好啦，简单的我的答案是。好，你的答案是 B。咱来看者，是不是？旺来对唔对？你那边选一个，刚不是旺来，你选旺来。哎呦，人个等机会来啊啦！2000买4000应该要扣起来。对唔对？哎，我都唔知啊。对我唔知啊。剩芭乐啦，芭乐加酸啊。是感觉是酸啊，不过制作单位才简单嘛。大家拢问这个问题哦。对啊。嘿，其实阮制作单位哦，用尽心机啊。简单呐。去生哦。生的是芭乐，生的是芭乐，生的哦，还是生的，是生还是生？旺来嘛，通啊生，嘿，拢通啊生。拢通啊是，伊这问题是蓬莱酱，是蓬莱酱哦。对啊。蓬莱酱，蓬莱。大家拢想讲，其实会使洗，拢嘛会使洗。生是芭乐，生哦，啊，芭乐，芭乐哦。来算一个，来哦，时间来哦。你们芭乐吗？芭乐，确定吗？芭乐。好，咱来看一个，芭乐对唔对？你干嘛？台南人做盖高水啦，二康轻啦，嘿啦，二康轻啦。来，老师，其实哦，名无共啦，咱即摆嘛还过咧食啦。有一个酸鸭青，捌听过无？对啊，就是这个物件啦。哦，就是还未熟的酸鸭，就甲收落来，哦，甲下做一片一片。对啊。甲生吼甜甜，食的时吼放咧冰冰凉凉吼。有的人叫做情人果啦，因为食着酸酸甜甜，迄种滋味哪像爱情的滋味，所以叫情人果。酸味啦。对。哦，所以大家拢想这，因为会去想旺来真简单，就讲。旺来酱甲旺来饮真碗啦，当然去想你遐去，其实唔是迄个啦。